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主啊，在这样疫情的状态当中，主我们做了改变。主，或许这个改变会让我们不舒服，或许这个改变会让我们不习惯，但主恳求你使用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恳求你也改变这个世界。孩子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主名求，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是让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是让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是让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是让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主耶稣，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虽然疫情瞬息万变，主你也赐给我们智慧，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适应各样的情况。愿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你的慈爱。也在这许许多多面对困境的过程当中，主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来敬拜。主，你无所不在。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无论是在哪一个角落，求你伸的手扶持看顾，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也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软弱
惧怕当中得着信心跟刚强。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真理而行。你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因应疫情的提升，那依据桃园市社区防疫再加强的方案，要求暂停集合、群聚以及营会等等活动，所以教会从即日起到2月14我们停止实体的聚会，还有一切的活动、据点等等，那改为线上的聚会。愿上帝来赐福，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在线上的观看，依然神会与我们同在。那本会定于1月31号召开2021年的定期会员合会及执事补选，也因为考量防疫的状况暂停举办我们会择期来召开。那小会也议决，自从1月24号主日起我们停止供应主日的中午爱餐。3月7号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圣礼典。如果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2月21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那我们在没有办法有实体的聚会，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奉献，那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在周报上面的奉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我们有 QR code， 你可以直接从账户来做转账那邮局、网络银行，还有用汇款ATM 转账这一些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用奉献来支持教会的经费跟事工。那我们在德福社区照顾的关怀据点，从1月25号起全面暂停服务，至疫情缓解。那开放的时间我们会依照政府的规定。另外，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原定1月31号召开110年度的会员大会，因为考量防疫的情形，我们也暂停举办，也会择期来召开。我们109年学年度的第1学期生日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了。那欲申请的同学这些年轻人请填妥申请书，并检附你的成绩单、影印本交给我们的尔少卿干事、云干事我们会收到3月28号截止来收件。那我们的陶家互助社原定1月24号下午1点于我们本会2楼召开110年度的社员会员大会。那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延至2月21号来举行，那地点是不变的。那我们恭喜第2组的杨子璇还有陈新宇夫妇他们在1月24号平安产下一位宝贝女儿叫雨恩愿上帝来赐福感谢主，那让这个小朋友能够平安快乐的长大。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自己来看。好，我们要来一起读今天的金句来念2遍，我们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2节再一次。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2节。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罗马书的12章1到8节，12章的1到8节。罗马书12章1到8节。如果弟兄姐妹你在线上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或者看我们的影像的 PPT。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照这样遵行，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能够照这样遵行，我们都能够蒙受你的恩典赐福，也让我们成为你施恩赐福的管道。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I改变，就是我要改变，我们要改变。那在上周日，就是1月24号晚间6点半，我们的防疫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部长，他又加开了一场的记者会。原本我们都是期待在下午2点的记者会完了之后可能就知道整个情况。那突然加开了一场的记者会，我们在心想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陈时中部长他就说明说，这个桃园医院它不再分为什么红区绿区等等就是全面都做一些的全市都是红区那1月6号到19号，如果有去过桃园医院的病人或是家属都需要居家隔离。所以这次匡列的这些的人数大概预计是5000人。那为何短短的几个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呢？那专家指出在这个指挥中心在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匡列的这样的人数是不够广，那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疫情持续的扩大。所以按照我们陈时中部长他的表示，那事后看来他所提出的这个措施匡列的这一些的人员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是
要被检讨的哈。那为了预防就是同样的错误，我们看到这是其实也不算太坏了哦，因为碰到这些状况，我们真的是要面对哦有一些应变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哦。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了哦。如果我们先知道，我们就知道说，把这些人把它框列起来哦。那为了预防同样的这样错误，我想他们自己要先调整自己的想法做法哦，那可以抢得先机也能够让整个疫情被控制下来。感谢上帝哦，我们看到连续有5天已经没有本土的这样一个病例哦。那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面对桃园区的这样疫情哦，我们稍有一些的放松哦，但是也不能够太大意哦。那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的一个急变的疫情哦，人有时候是怕改变吗？那或者是说怕就赶快做一些的改变呢？你是哪一种人哦？那我们也透过今天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他对我们所讲的这些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如何去应对呢？怎么样去做一些的调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呢？好，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目的就是认识上帝他的信实。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如何察觉人们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来做改变哦？到底我们是改变要变，或者是不变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哦，怎么一直都在做一些的改变？来，我们来看哦，这个是什么哦？火柴盒哦，这个火柴，那有人说打火机出现了，这个火柴就怎样消失了哦。然后我们看这是什么？算盘啊。那有人说什么？电子计算机一出现，这算盘可能就要消失了。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用过这个录音带。有人说这个 CD 或是 DVD 出现了这一些的卡式这个录音带就消失了。那有人说，这个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用过的，牧师用过哦。那当手机出现了，这个 BB call 就怎样，就改变了，消失了哦。还有呢，哇，相机哦，几乎被这一些数位的手机智慧的手机所取代，因为一只手机你看可以做好多的功能哦，把这些 iPad 啦，或者是这一些录音的功能都把它打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直在改变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以前胶卷的像这个胶片现在都没有用了哦。那4G 现在5G 又出现了，所以4G 手机可能慢慢又被淘汰了哦。那回家可能你不用电脑，你就直接用平板，用你的手机哦。那透过微信，透过 LINE 透过很多的这些的通讯软体，我们过去常常用简讯的，现在已经很少在用了那我们看到未来汽车这个可能会被什么电动车来取代那我们看到有人问马云了问马云说，你为什么现在那么成功那马云他就回答说，很简单我在做你在看因为你没有做那很多人一生输在什么？对新的事物就好像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或者是怎样来不及应变。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圣经中的保罗他也在改变。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四处来传福音，所以有许多这些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那这个被保罗视为是异端邪教这样的一个信仰，并没有因为耶稣他死了而消减，甚至我们看到信徒就不断的在增长他们还传说耶稣他升天了，复活升天了那我们看到领受圣灵的使徒就到处去传福音。那保罗他就拿着这些的命令，然后从耶路撒冷一直要到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的地方，要去捉拿信耶稣的人。但是走到那个路途当中，大概到中午的时候，忽然天上发光照射他突然怎样，就扑倒在地上。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何来逼迫我？”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拿撒人耶稣。”保罗就问耶稣说：“主啊，那我当做什么？”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我要做什么来改变？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因为这样的一个被耶稣的光照，扑倒在地，让他的眼睛瞎了，但是主开启他的心眼，当他看见那个复活的耶稣，那个真正的救主，所以自此他生命就改变了。第二，我们来想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人们怎么一直可能变不来？是因为你固执吗？你不肯接受新的事物，或者是你有你自己的想法？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上帝拯救的计划已经由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出生、死亡、第三天复活，然后应许应验了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救恩。他们心里不改变，就是不改变。所以其实在罗马书前8章是在讨论我们因为信心得到救赎才能成为一个义人。但是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他们也不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曾经思考过，弥赛亚耶稣他是一个在以色列出生的犹太人，他生长在犹太的社群当中，他学习犹太人的律法，还有他的传统。他在犹太人的圣殿敬拜上帝，他最初的跟随者，我们看到都是犹太人，而我们看到他所教导的都是根源在于犹太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然后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与犹太教不相容，有时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那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犹太人也有一些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事实上一开始只有犹太人相信耶稣，而今天我们看到将这个福音传遍到地极的时候，有数十万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的第15章，我们就会看到一些讨论一个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的问题。那一个外邦人跟随以色列的弥赛亚是有可能的吗？当时我们看到他们自己的观念是，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属于犹太人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然后让保罗他能够四处将这个福音传遍到各个城市，
甚至最后到罗马。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的状况反过来，我们常常听到这些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呢？是什么让他不想要改变？有一位美国生命教会的会友，他叫法兰阿嬷。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他都有固定的座位。我相信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会坐同样的座位。然后有一次的主日，刚好有位年轻人就坐在他的位置。他来到教会，然后看到他的位置被占走了，所以他就很生气的把这位年轻人把他赶走。所以年轻人就离开了礼拜堂。后来这个事情传到主任牧师的耳朵，那主任牧师就祷告完之后，就跟着这位老阿嬷讲：“法兰阿嬷，你心中有没有什么年轻人是你所关心的？”这时候他脸上带着一些的愁容。有啊，我就是我的孙子，他又吸毒，在外面流浪。我很想他能够进到教会，所以当这个牧师就跟他讲：“是啊，其实这些年轻人他们生命非常的宝贵。”所以因为这样，法兰阿嬷她的内心就有一些的思索，后来她决定有一些的改变。当她开始每一场的聚会的时候，她就会为了每一个座位，她为这些座位要坐的年轻人或者是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为这些座位，希望他们在这样座位敬拜的时候，能够有上帝的同在。后来我们看到他跟年轻人就也是很关怀他们常常跟他们打招呼，完全跟过去不一样哦。他不再坚持自己过去的那种想法。弟兄姐妹，我们呢？如果有一天可能你常坐的位置被坐走了，你会有什么反应？是像刚开始这个法兰阿嬷的态度一样，或者是你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我们怎么一直能够让自己心意更新来改变呢？基督教的新闻报道，教会一定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而且要集体能够收集这些敌情，就是魔鬼撒旦的这样的情报，否则我们属神的这些儿女们，有可能被现今这个世代所有的风俗习惯来同化。在这样报道里面谈到说什么，建造教会若不是耶和华的军队常常会敌我不分。我们很难去成就神的美意哦。如果属神的军队没有警醒，没有起来分辨，可能我们有一天教会也会被教会外的这些世俗的观念思想所同化。所以我们看保罗他常常就提醒这些教会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因为当时候有这些的世界的一些文化一直在影响人，所以当时候还有一些假先知的出现，所以有一些的敌对的势力或者是黑暗的势力在兴起所以为了求新求变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下真理不变。我觉得真理不变，但是方法可不可以改变？方法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我们面对这样的疫情，政府可能一直公文来，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礼拜，所以我们就会透过一些的想法、方法祷告。所以祷告会也要改变，线上的祷告会，我们儿童牧区，我们也要怎样开始改变，因为没有办法来到教会，
孩子没有办法在这边聚会玩游戏或唱诗歌，所以我们就看到同工很有创意的，而且第一次做得很棒哦，让透过这一些的线上的敬拜方式，能够让小朋友也依然能够在线上跟家人亲子有一同来敬拜。今天我们面对瞬息万变的这样的一个疫情，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就是让我们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跟上帝连结，所以我们的思想观念就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更新。就好像常常最近这个iPhone 的手机有新的一个 iOS 的这样的一个程式出来那它就会提醒你赶快去做一些的这样改变下载，因为里面可能有一些的程式你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手机等等的这些的程式是可以帮助你很好的使用。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不断的心意更新来变化我们思想，所以是随自己喜欢才改变吗？还是让上帝让主来改变我们心思意念？如果我们跟神有这样美好的连结，你知道吗？他是掌握先机的主他是第一手资料可以传输给你的。所以我们在这瞬息万变的当中滚动式的更新，不断的改变，我们可能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如果你是一个掌握先机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一直在好像在这样的一个调整自己的时候，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淘汰，而是你会掌握这个先机。为什么？因为你是先知先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来。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看到这里有包含了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受到审判，然后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这个不是从上帝来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就是当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保罗也提醒你们已经随从了这些世俗的风俗那也被这些悖逆的这样的一个邪灵所捆绑运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走向越来越败坏那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把这个治理的权柄交给魔鬼撒旦所以很多这些的世界都是在魔鬼撒旦的手中。但是耶稣来了，要帮助我们从这些撒旦的手中把它夺回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权柄。第二个要提醒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重点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特别是从心思意念来改变。所以牧师常常会邀请大家用耶稣主权的祷告来祷告，其中一个就是魂的祷告，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所以我们思想改变了，你知道吗？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最后会影响到我们所做的这一些的决定。那保罗常常在做决定的时候，他祷告，然后圣灵就帮助他。可能有时候就阻止他，你不可以前往，或者是你勇敢的前往，你不会死在这里，你会为主来到罗马或是其他的地方来做见证。来，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眼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知道，当我们与主亲近，跟他连线，我常常在带领人来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他祷告祝福，然后祝他能够跟上帝有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连线。
当他跟上帝连线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有上帝的属天的智慧、聪明、能力加添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如果你与神连线，常常用祷告来跟他连线，你就会不断的领受从上帝来这样的一个心意更新的变化。就好像我们在下载这些程式一样哦，当你与神连结，就不断的有新的想法、新的看法新的做法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就是与主耶稣连结，所以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他的能力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了之后，要做什么？当然就是要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会去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些的新的做法、新的想法。所以感谢主，面对这样的疫情，我们不会在那边唉声叹气，而是说主让我们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看见。当你愿意摆上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那边彼此来勾心斗角。年轻人就会讨厌老人了你们的思想都是很固执，不会改变。那老年人也会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想法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这样的一个轻看，而且彼此看对方的这一些的优点，然后彼此我们同心合一在教会让各个年龄层都能够怎样，都能够被赢得。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同心合意，我们看到那个法兰阿嬷，她因为有圣灵的提醒，有这样的改变，所以她开始对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关怀跟负担。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跟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一样我们要不断的改变要变得比它快，变得比它好。所以在英国其实有许多的家长面对这样的疫情，他们不是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能做，而是有一些妈妈们，他们就结合什么有美术的有烹饪的有家务的，或教导孩子能够来学习不一样的这一些的语言这一些的学习的方式。所以透过线上的学习，透过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大开眼界所以我们看到疫情虽然这些细菌在变种，但我们也不断的在调整、在应变、在改变所以激发了很多这些教育的行动家出来。感谢主，我们教会也不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学习，让我们非但没有失去信心，反而我看见我们在不同的牧区，我们用不同样的方式。过去我们据点停了，我们可以用线上的节目来跟大家来做分享。也在这边预告，未来可能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美食的节目，或者是一些的聊到内在的情绪等等这些的节目，线上的节目会跟大家在线上能够相会。愿主来帮助我们，透过保罗，他愿意改变他自己的生命，然后呢，跟从耶稣，走上他自己的蜕变之路。我相信我们如果愿意改变，神那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会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从我们自我的想法，保罗他做自己舍己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献上他自己的生命，那与基督能够真的好像同死同复活这样他走到各地，他不怕死，他为了就是要抢救这些的灵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名字命名叫做阿呆，有没有？绝对不会嘛，对不对？怎么会叫自己说王呆阿呆呢？但是就是有这位，当他生命被上帝改变了、摸着了，他真的把他的名字改变叫做吴阿呆。
他为爱来服侍这些偏乡的孩子，他为爱、为福音来走动。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影片。吴延坤，他从小脾气暴躁，但绝顶聪明，过目不忘，深受父亲宠爱。22岁当兵时，他接获父亲病危通知，身为独子的他，心急如焚地从山顶营区疾跑下山。好不容易在山下旅社叫到计程车，赶到医院，却还是无法见到挚爱的父亲最后一面。人生有些事我们无能为力，还有些事我们无法预料。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让延坤很自责，常毫无目的地骑着车在街上乱窜。这天，他为了闪避一个孩子，他头部受到重创，昏迷不醒。1周后，他清醒了，但却得了失忆症，记忆混乱，连前1分钟刚做过的事情都不记得。曾经引以为傲的过目不忘，如今却只剩下残缺的记忆。靠着努力复健，才慢慢的恢复正常，甚至在美国拿到电脑博士，在大学教书，事业学业两得意，让延坤越来越狂妄自大，经常和太太发生冲突，甚至动粗。有一次打断了他的手指，还有一次竟打到他几乎失明。这一次真的让他吓到了，他后悔莫及，只能来到上帝面前忏悔祷告。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人，开始努力传福音，但总是被拒绝。失望之余，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连续好几次，延坤眼前都是阿呆2个字。于是不顾家人反对，他改名为吴阿呆，决心以最谦卑的态度重新面对人生。阿呆放下博士与大学教授的光环，回到故乡台南新化，在农田中搭起了一间铁皮屋教会，为遭逢急难的人送救助金，更到医院陪伴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病友们。转眼间20年过去了，虽然老了病了，身上还有多到数不清的癌症，但他一点也不以为意，而他更未曾忘记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仍然每天在陪读班、医院、弱势家庭中穿梭，他依然是孩子们最崇拜的阿呆伯伯，也是社区邻里中最受尊敬的阿呆牧师。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是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他的信实，是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保罗也提醒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要明白上帝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再进一步的提醒我们，愿不愿意改变你自己，成为一个活祭，就是在你的时间、能力、你的爱心、信心，能够奉献出来，让上帝来使用你，成为一个祝福人的管道跟器皿。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爱改变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谢谢耶稣，你为我们来改变，让尊贵成为卑微，从天上降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耶稣帮助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活的祭，使用我们，不管是我们得着什么样的恩赐，都被主你来使用，祝福这个城市，祝福我们周遭所接触的人。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的权势，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能捆绑的全能。愿天父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充满在你们的身上，叫你们得着这样的力气，能够用爱来改变这个世界。主圣灵，求你来改变我们心思意念，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使用，祝福这个世界，这个世代。特别是在疫情严重当中，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代祷者。愿你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